下一到22，22。阿 Wendy，你試下包尾啊 ！Oscar 同華欣第2站 ，Oscar 華欣第2站。係咪呢個啊？係啊。比賽波係。差兩碼先。咩位啊？產分。
正嗰下，威下頭做個 double， 下頭做 double。好啊，好波。難得有控位。我明啊。手波嗰啲就唔係咩我羅邊係12嚟嘅。背脊。喺嗰邊，喺嗰邊，前面嗰邊跳出。哎呀，發咁大做咩？左，有背脊，飛手邊啊！飛，高，睇中嘅。最先，我走啦。太難了。
如果要數嘅，佢加多，加多去數啊！我睇到啦。唔要啊！你冷靜啲啦。呢塊成三文菜嗰度我發好明啊！叫佢嚟打你同S 或者我一齊打球，好發好明啊！你同佢哋講啊！同佢哋講。有方法㗎。好，預備。我呢邊，我呢邊。冇錯咩？接招唔得，接招！再吹，再吹！88，俾耐性啊！掉！3號。你中照起個你查 Chris 位啊！你做呢個嘛？阿生係啊，我手嚟。呢隻，係呢隻射啊！捉走！打俾佢進攻。我搶緊晒！喂！
8秒進攻。回防，過過，對，有位要射啊，有位要射。回防！寒車，過翻寒車。中間嗰隻睇完先，傳過嚟，人哋咁大嘅，咁大嘅。人休息。換咗人，手波啊！頭先換咗人。都是有唔同嘅，都是有兩陣，跟住。8秒進攻。慢啲，右邊多隻，18秒，
個8，藍色天花門。好似冇乜人嗌喎，嗌鋪成上嚟前邊，係咯，冇一個隻嬲嘅。前邊時候，你講話我再轉個頭，我哋淨係喺上面派。有咩優勢？我打你。你蚊行先落啫，佢唔行先。睇下佢冇空位啊！好嚟睇下。而家見咗啦。Oscar，Nicky，慢慢嚟個節奏，慢慢嚟。
走波走波，明唔明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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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到。有咩？有擋，好食，穩打，俾啲壓力啊！我時候俾啲壓力，攞咩？過。繼續。好快撈成，揀阿華欣同你玩，揀華欣同你打。阿華欣嗰邊過，嗰邊，華欣。對晒。要咗。8秒進攻。啱啱間皮，白色叫皮，我睇白。哇！喂，雙手啲山都係嘅。OK，得唔得？多謝。打
一定沉住氣，沉住氣，大家沉住氣。藍色5號4次，5號4次，藍色5號4次。籃板啊！翻嚟，飛速，飛速，飛速，跑動。要啊3秒進攻。時間9秒。阿 Dave 散出去，Dave 散出去，14秒過㗎，14秒過。華一同埋Michael。呢
5分。藍色2號一次警告，攞波掉咗其他隊。五度咋？五度咋？五度。開個標嚟嘅頭先，你咁樣坐喺度。受傷唔停㗎，好耐咯。加油，努力，鼓勵，鼓勵，鼓勵佢啊！加
油！大把！新來好多啊！唔係真係幾有力幾有力。啲就係要射啊！頭先嗰啲波。好啊！呢個。兩環。散出嚟講㗎啦，真係兩環。呢有兩環，兩個得知道。喂，捉晒，捉晒！呢個俾咗你。睇住啦，睇住佢。阿賢走開。冷靜啲好唔好？唔緊要，手波唔緊要，手波。喂，快啲啊！個時間我請啊。3知道。而家滿啦，而家滿啦，白水天不滿。有人對咗啊 ，OK。多個啊！唔係，你哋冇去過兩次。新呢個位。喂！
，OK 對好。喂，對人啊，喂，喂，走啦，喂，開咗啦！係咪細兩球先？細兩球係咪先？未啊，小心玩咗10秒喎。第幾時啊？暫停先，唔該。暫停。等翻先，等。暫停。停翻先，咁啊。有冇話前面有？我要等等。即係前半場開。咁樣去爭上。我查開要撳住咩嚟寫啦？係，都要寫㗎，真係。對方隊長，隊長，係咪嗰邊開頭先？邊度？上半場開頭先。3年係啊，3年。定時間。即係而家係101啱啱，撳翻3秒先開機。哦，撳翻3秒。我明白你咯，你唔止3秒啊，一定唔止3秒。頭先嗌佢撳，你撳都撳，起碼最少10秒。係啊。1分20秒停先都冇停過喎。我有6題，低我唔定。咁唔足。幾多啊？而家嚟？
頭先嗌停已經103嘅咯喎。落球。阿賢，要彈晒出嚟，阿楊。藍色邊個門？追晒一步，追晒。睇到冇晒。攬啊！射波。藍色2號3次，清鋪。喂，咁喂，準備，喂，中串啊！最中意嗰啲知㗎。喂，即刻上啊！好啊，邊度？9、3嘅。冇飛車。正交2分未頭正，M1，頭正係咪 M1 嘅？唔該晒你。藍色2號5番，換人。